台南市议会第4届议员就职加正副议长的选举，2月5号上午伫个议事厅来举行。57席的议员伫个台南地方法院的院长董有全的监视下宣誓就职。市长黄伟哲嘛带领各局处的首长来观礼，就职典礼圆满顺利。接续马上进行正副议长的选举。议长的部分，第一届选举的结果，区里里36票，郭信良21票，由过半数的区里里当选第4届台南市议长。因为这一次的选举，事前发生了非常多的事件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投票是不是能够票票入轨，有一点没有信心。那么，因为诸多的揣测跟传言，还有4年前失败的经验，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向跟无党籍还有就是我们在野党的同仁这边一直来游说他们能够来支持民进党。那么我们今天就像我前几天所说的，我相信我们民进党的同志，即便他们心里有一些的不满意，但是为了这个党，为了台湾，他们还是投下了这张选票。我非常的感谢我们民进党团每一位支持我的先进同志，也感谢台联党杨忠成议员、基进党李宗麟议员，还有黄立昭议员、无党籍的邱昭胜议员，还有我们原住民代表施于兴旺议员，甚至于我们国民党3席本土派比较偏本土派的李文俊议员、张世贤议员还有李正国议员，他们的帮忙，我才有办法在这一次议长的选举能够顺利。未来的4年，我想议会的改革刻不容缓，那有非常多的制度建立，跟府会关系的这个修补我想还有就是民进党虽然贵为席次比较多的党，但是我们谦卑。我们不会错过跟国民党，还有我们无党联盟，还有基进党、台联党的合作。我们希望未来的4年是一个团结进步的台南市议会，为台南市民争取更多的福利。需要副议长的部分，则是由民进党议员林志典以32票过半数来当选。正副议长依照程序宣誓就职，并且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黄志达来担任监交，办理应讯的交接，正式成为台南市议会第4届的正副议长。台南新闻综合报道。